场所人。Yeah， 也说不清都会什么说空间法术时间加速，见证法盾受强劲是害我上来找天赋和天赋。我是一切万物藏了一所，反正你我最终都殊途修行路逍遥自在孤独，但是依然很酷。一生只为追逐一个梦，忙忙碌碌在时光穿梭，飞过荆棘之路逆着风，才算是终于成功。看风起云涌。这局这么好磕，不来点追番吗？哼，要战便战，又不是第一次打，还怕他们妖族不成？一打仗就来劲，打仗不要钱啊！你们天魔宗家底子厚，我可是两袖清风，折腾不起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神武天君从不惹事，也不怕事。岳宗主，真打起来了，你可得赞助我们一点好武器啊！那是自然。妖族若敢进犯我九州实地，定让他们有来无回。邱院长，到时候你可得给我们的兵器好好炼化一番，属性加成就全靠你玄法书院了。我研究这些可是为了学术，为了黎民百姓，不是给你们打仗用的。人家都欺负到咱们头上了，别整那些没用的了，到时候家都没了，你还学术个啥？打打杀杀解决不了问题。邱院长，这不是我们想打。是啊。可不能让上次人妖大战的悲剧重演。好了，都别吵了。我告诉你们是希望你们有所准备，又不是现在就去开战。老白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，我们再等等吧。如果不行，我会亲自去一趟妖族。这能行吗？这样又是一笔大开销。李姐姐，你快帮我看看，这个是不是上等灵石？好漂亮啊！不用看，这老 boss 掉的都是好玩意儿，比刚才那些渣渣蛇有货多了。哇，竟然还有上等的易容石，这个我可得多拿点，姐妹们一定用得上。暴击提升200层，击中即眩晕，雷属性攻击提升1000层。哇，哎呀，好东西太多了，都不知道该镶嵌哪块宝石了。我看你不用再镶宝石了，这斧子已经可以直接把人闪瞎了。想死而不得，你不求吗？不怨吗？只要你还有欲望，就必有心魔。你打不过我，就是执念还不够强，心魔太弱了。你再好好想想，自己当初的梦想是什么？为什么想死都不行啊？原来不用打，只要骂你2句就有宝石。别停啊！怎么了？剑祖，外面可能出事了。宗主给我的传信玉简刚才破碎了。一定是出什么大事了。师父交给我玉简的时候说了，如果遇到剑祖您都解决不了的危险，就捏碎玉简，他会带人不惜一切代价冲进来。同样的，如果感应到他的玉简破碎，就必须尽快出动，定有大事发生。
还是苏宗主心思细腻，他一般不会求人，这次竟然会主动示警，看来只能直接把这里毁了冲出去了。本来还想一点点打进去，找那个智仙问问筑基的事来着。哎，小地仙呢？这家伙难道跑了？你们刚才有留意到吗？啊！喂，小心！啊！该死！若薇，怎么会？剑祖，冲出血脉的继承者，还真是好大一份礼呢。有了他，我就能发挥出我真正的实力，来救他们白乔然。你的身体终究是我的。剑祖，这地仙太子在说什么？什么龙珠血啊？别管这些了，我们先去救若薇。地仙小儿，把若薇姑娘还回来！别冲动，没那么简单。剑要坍塌了，大家稳住！这空间法术一般人还真用不了。这是什么隧道？翻来覆去的，太乱来了。看来还不是这里，应该还要再深入。若薇，坚持住！小友，能不能帮我一下？可算出来 ！Hello, everybody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你想找的智仙。啊？你就是那个智仙？行了，我没神识，不用谈了。我对小友你没有恶意，而且就算想要夺舍，我现在也没有那个能力了。哦，从前的法术可真厉害，就一个小骷髅都能做仙人。行吧，不管你是不是那个智仙，我现在也没时间和你唠嗑，一会儿再说。哎，你等会儿。你这样瞎闯，等你找到那个地仙太子，你那徒弟估计也要被吸干了。他在哪儿？你知道怎么找到他？终于肯听我说两句了嘛。哎，不用急，你徒弟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不过你能不能救得出你的徒弟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有话直说，现在没空和你绕弯子。我就是这个智仙洞府的创造者，拥有天赐大智慧的智仙，只有是我见过的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当然，看得出你现在没工夫听我说这些，我只是想和你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嘿嘿，我教你如何去洞府最深处找到地仙太子。你如果能把他干掉，那你得回来把我带出这个洞府。并且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嘿嘿。啊，比如怎么筑基？那得等你打赢出来了再说。行，那你快告诉我怎么找到他。哼，看来你很有自信呐。那我得告诉你，这智仙洞府就是用那龙珠血所造的。啊！当初造这洞府，表面上是为了给圣朝的百姓一个躲避世事的空间，其实他还镇压了一头大魔。当年为了镇压这大魔，我们损失了10几个大圆满的地仙，他的实力。
你不就是想说这小地仙又召唤出了什么厉害的妖怪呗？那厉不厉害，打过了才知道。哎，你放开我！我这不是要说重点了吗？他一定是利用你徒弟的龙珠血去复活了这个大魔。你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你能对你徒弟下手吗？啊？什么意思？我在哪儿？啊！什么恶心的东西！放开我！地仙太子，放开我！有本事你出来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越挣扎，你的血就流得越快，我的大魔之海就越强大。师父一定会找到我的，你就算吸干了我，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好啊，让他来吧，他的身体是我的。剑祖，小心点，可别伤到若薇啊！我也想去，剑祖，你就带我一起吧。临阵退缩不是我们军人的作风。好吧，那就给你个任务，你先看好这个俘虏，别让他跑了。回来，我再好好盘问他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呦，轻点儿！我虽然死不掉，但还是会疼的。乔儿，放心，外面不会有事的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要是忽悠我，回来我就把你踩碎了。我走了，大家都小心点。行了，别急了，光目能看到洞府里的一切，我们就在这看着吧。什么鬼地方，怪恶心的。找到这里，不过比我想象的快了不少，以后我也等不及了。我劝你快点把我徒弟交出来，免得皮肉之苦。弟子的龙珠血唤醒了大魔之海，都不知道弟子的血脉有多么的可怕，让我展示给你看看。找准机会。好像不在脑袋上。看来这样果然不行。哎呀，这时候心软没用啊！不下狠手是找不到唐若薇的位置的。这样下去，她的血就要被抽干了。若薇，要挺住啊！你是杀不了我的，你的好徒弟会源源不断的输送拥有强大再生力的龙珠血。你看的越多，他的血就流失的越快。你舍得吗？还是乖乖受死吧！好吧，速战速决。
机会了！这是若薇，之前忽悠我呢。果然大魔之海赢不了你，可惜，本来还想留下这龙珠血脉的。这样若薇会死的。若薇，谁最好不用了？现在的他已经和我的神识完全连接在了一起。任何的联系都会让你的好头魂飞魄散。小地仙，你死定了！前后3000年，世界多变迁。天地共日月，三才未成列。逍遥3000年，游历在人间。谁能定乾坤？几人得穿越？看尽一生的浮华，难解两世的情缘。相约3生3世，沧海变桑田。走过五湖和四海，